是要去台南。啊，找唔对所在。你到唔对所在。喂，今仔日我特别来好康倒小过，保证野味十足的食材，恁俩根本平。就拄啥嘞？这能吃吗？哦，来，让我把酒发光。这叫做蝗虫甘露。哇，这只上大啦，太敢买。爱煲啊！对。大佬倒大佬。准备啊！你唱歌的时候就搞这个。完全就是啊。干杯耶！这个查某囡仔就地了，直接甲我拍呢。是，很确信吼，真正个骹步办落来，我好好享受两个人的世界。希望咱会使有面头。哦，你叫泰哥呢？你叫泰哥。较古早的时阵啊，出去外口要去找风用，甲看时间呢。啊，若是讲叫我真的，做赢。来给我，你就好吃啊，这内底酥酥。嗨，手咱珍惜。迄个人手内底竟然摕玫瑰花，伊这缘投，可能是我的约会的对象。这位小姐，哈？你手内底迄蕊玫瑰花，嘿，敢会是咱约会的信物？是哩。什么？啊！天公伯哪会对我这好？安那？是我一个这水的查某。咱毋是有讲好，对咱两个拢爱摘一蕊玫瑰花。玫瑰啊，有啦，嘿啦，嘿。你安那？你的玫瑰花？这大好哈。你莫安尼啦，咱拄啊这熟悉呢，你安那啦？你莫再找讲啦。安那啦？伫遮啦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你恰你呢？无啦，我逐摆约会吼，逐个吼，伊拢讲你爱炸玫瑰花，炸玫瑰花，是讲安尼，我直接甲车咧顶悬较规矩啦。较环保着。较环保啊！哎呦，你这渣男！我唔是安尼啦，渣男！你哪会讲人渣男呢？唔好安尼讲叫啦，而且我足有诚意，你炸一蕊吼，我炸两蕊。我一困搁炸两蕊，我足有诚意的。我无介意恰你的人。你哈？我妈妈讲，迄都唔只囝的。你啊！我甲你讲，这唔是用钱，我这用假。你是诈骗集团的渣男。我用大，我送你，我送你。我讲有一堆。啊！你看你看这拢哦，哎，这拢用大。有毛哟，有毛呢。我听。哎呦！你较早人约会拢爱安尼摕玫瑰花。我拄啊看到你吼烫衫呢，我先想讲，爱情爱慢慢啊来，爱看感觉。咱查某囡仔拢无介意遐尔啊切讲的迄种啦。袂使遮切讲，爱豆豆来，对，嘿，较早约会拢爱安尼。是啊，慢慢啊来啊，约会拢是安尼一步一步靠近啊。搁爱淡薄仔散步行街路，对无？谈情说爱。对啊，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慢慢啊约会的所在的推荐啦。哦，安尼哦。是啊。这个年代搁有慢慢约会哦。嘿啊，我有一个朋友吼，伊嘛是算是恋爱的专家啦。嘿。吼，足熬约会，甲伊请出来好无？好啊好啊。吼，百倍哦，百倍遮悬哦。嘿啊，百倍。百倍哦。百倍哦。你定咧约会？对啊，我头拄秘伫咧遮，一直咧听恁伫咧讲啥，我想要参与的呢。你约几摆？
就这届啊，足侪届我这水的查某囡仔就地人伫甲我拍呢。是，我就甲伊讲，伊是恋爱专家。啊，专家，交过几个男朋友，这袂使安尼讲出来，爱互人通听啦。啊，有他哎呀，我有比的啊。要比。哎呀，啊，今仔日就是爱谈恋爱啦，去约会啦。哦无问题啦好，咱来邀请咱的导览先生，拜托咱的康慧伴当天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今仔日的康慧伴。哎，这时代真正走得上紧啊！啊，咱确实吼，真正甲脚步慢落来，唔只我都好好享受两个人的世界，对无？今仔日要介绍大家去倒位培养感情咧，请看 VCR。哎呦，看卖啊，这两边气氛完全无共款。其实这两位老师吼是同公司的人，啊，这间公司哦是专门咧推广大家散步的一间公司。今仔日特别规划出两条无共款的路线，马上来欢迎咱头一位的导览先生。这位导览先生来自澎湖，吼，讲是教会灵车的代表，艾博老师。哇！欢迎，哈哈。澎湖第一水，对，我第一水。哦，咱讲到吼，灵车有听到吼，灵车就代表讲吼，这位老师已经心急啊，心急到这种吼婚姻的阶段啦。啊，像咱这种的，哎，搁咧训练的，咱就是紧的夜香对拜对无？行一个咱这老师规划这爱情路线，哦，我靠你来到处运啊对无？对老师，我等下就靠你啊。好，靠我，你先请坐，吼，我要来欢迎伊的同事。第二位的导览先生呢，是来自台北，伊讲伊是吼恋爱少男的代表，哈，陈玉祥老师。哇，缘投。哦，这老师吼，今仔日哦，讲要用家己自身的迄个经验吼，要甲所有想要恋爱的男主角讲，你若想要谈恋爱，啊对老师行对啊。对我行。啊，老师我甲你讲，好。啊，因对你行进前哦，你要先对我行。啊，因为咱啊先礼拜坐啦。好。你要甲开始要做行咧。请坐。所以今仔日两位导览先生，恁是共公司的。嗯。啊，拄则讲恁的公司是介绍人去散步。嘿，阮公司是叫铁基路啦。铁基路。嘿，阮铁基路，阮早期是咧做这下卖欧洲的迄种铁路的迄票。啊，即摆就是讲为着讲，你行路散步，啊，大家爱看巷仔内底的风景，啊，咱鼓励大家出来行行的安尼，用心来感受啦。所以真侪人去甲恁问讲，我今仔日爱去倒散步安尼啊。嘛，毋是讲问阮去倒散步，其实阮观察，咱若踮台北佚佗惯是，咱讲啊台北足无聊的，啊要去国外佚佗，其实台北真侪真趣味的所在。真的。啊，有时拢藏喺巷仔内底，啊，阮就邀请迄作家伊就去散步，啊，又看到真趣味的所在翕相，啊，家做成一个网站。所以后摆大家若毋知要去倒位行，就再去到一个网站来去讲啊，今日要去，我要曝光的主题要较自然的，还是要较历史的，啊，一个网络会使看到。啊，就会去到迄个点来去散步，来去讲，开讲，来去介绍。哦，安尼了。厉害呢，几套诶。但是今仔日两位导览先生，恁已经拢有对象啊，拢有意爱对象，啊，你嘛结婚啊。嘿，我结婚啊。所以恁的另外一半拢是因为恁散步啊交着。
散来。若是我吼，我是伫网络熟识的。你网络熟识啊，熟识先啊骗伊来骗哦，甲我散步约会，啊约会啊骗的，阮就结婚啊呢。所以你这个路线是平湖。骗哦。你专门平湖设计平湖的路线。我是专门行平湖的路线。平湖人。我平湖人。哦，所以恁这间公司即摆设计出来的路线差不多有几条？台北就100条啊。百几条哦，100几条做这侪年啊。台北有法度设计100几条，哎呦！所以你今日阿上啊，你要来介绍是台北的路线。嘿，我要介绍台北的路线。所以就是恁公司迄100外条内底上厉害迄条。嘿，上厉害迄条，因为我家己嘛行过迄条路，啊，我的女朋友嘛是因为行迄条路，阮两个在交往的。哎呦！爱结婚爱行这条，哎爱交往爱行这条。订婚啦，这订婚，这多雕，不是讲订婚是啊，想要去散步你想啊。要先去倒散步，互你决定。你迄条上尾一站是倒位？我迄条上尾一站，毋是咧饭店。啊，就莫去啊！嘿，我来莫去啊！啊，我上后壁一站真的是饭店啊！你哪会知影？哎呦！我真正要介绍饭店，我来加入。那你帮我定者，帮我定者。你是来找男朋友的就对了。我就想要知影，就是要安怎才会成功啦？你即摆无男朋友就对啊。有介意的人，不过就还未结婚呐。哦，啊无啊，你搞。袂着手。啊，你无叫老师来好甲你教。老师拜托姐，就需要的。哦，来老师有请。啊，你看暗时的时阵真水哦。啊，冬天毋是咱东北季风才强嘛，风在头，台风假嘿啊，真厉害哦，吹哎，足恐怖的啊！就无法度结婚。足恐怖。然后讲，哎，这银河到做伙甲水无，你来咱结婚证书等等。哇，这做迄招数的啦，吼。有够厉害。 4月份的时阵，咱来办一个这哦，会使去舞台上面求婚，啊，几万人块安尼求婚安尼。伊若是无答应，就更小。我甲你讲，这招你要学起来啦，嘿啦。嫁互我，哎，就侪人在看的。 哦，来，老师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铁二路的阿布吼。啊，今有一句话叫海水会打石头会烂。啊，今仔日吼，对于我来看平湖的海派路线。啊，今仔日咱路线，咱会行，咱伫行咱马经市的西边甲西南边。啊，咱会行伫观音亭行到笃行石村中央街，甲咱的金菇头这边。啊，内底咱会使看海、看石头。啊，这就是咱实在有这个路线，叫做海水会打石头的烂的路线。吼，啊，咱若要去约会吼，上重要的就是平湖人一定会去的所在，观光客嘛一定会来的，就是咱。 观音亭哦，啊观音亭才真水哦，这日时的时阵真水哦，你会使看到迄对面的跨海大桥，吼，啊这是嘛是遮侪比赛在办的所在，你会使有啥物风帆船比赛的啊，啊若是热天就有这啥物泳渡澎湖湾呐，嘿，啊有遮侪人会来踮遮约会，啊毋是平湖人嘛会踮遮约会，啊观光客嘛会踮遮约会，啊我若应该读册的时阵，若要知影啥人甲啥人交往，我就会踮遮等。 暗时咱就踮遮等，谁踮遮等？哦，我就知影，嘿啊，你有看哎，谁跟谁手牵手？吼，老师，嘿，啊，有看到老师等咱别人挖钱的。是安那你就有男朋友，我也无男朋友我啊。来记录的签的，甲老师讲。你的表情啊。老师很锐利嘿，呢。爱看者，吼。爱看。啊来咧，后一张。啊，你看暗时的时啊，有阵水水哦。 嘿，啊，这叫西营虹桥。啊，暗时的时阵，伊就会点灯，啊，就感觉一个彩虹伫海面上。嘿，啊，这桥顶你会使去行的哦。啊，我时阵安怎骗着阮先生手牵手，啊，行去悬顶。啊，你若热天的时阵，这海风真凉。
啊，冬天毋是咱东北季风遮强嘛，风遮头嘛，台风假嘿啊，真真厉害哦。吹到你卖安尼，你安尼足恐怖。哎，你拄表一个，拄只头保伊。啊，甲大家讲，若是讲你去没有顺去散步的时阵爱地毛啊，爱地毛啊无你安尼，足恐怖的啊！就无法度结婚。足恐怖，足恐你当时是毋是有刮毛啊？无啦，迄时阵我听讲吼，冬天的时阵去哩，啊风遮透嘛，啊就讲啊我好害怕，嘿啊咪伫阮翁边啊，嘿，啊伊讲我保护你，嘿，嘿啊咱骗着的啊，嘿啊，一定爱骗着的吼。咱若上闹热是4月份、4月份的时阵，咱来办一个这平的花火节，大家拢有去过无？有去过无？花火节啊，这是咱求婚圣地呢。嘿，平遥阁有一个网站，就是讲你若要求婚，你要先登记，啊会使去舞台上面求婚，啊一次限一对，嘿，一场一对，嘿，即摆真的县政府办的。迄暝啊，敢若有一对会使去你，嘿啊，你放15分钟，你是要偌济对？一对都有够啊！伊要讲足久，搁要贵咧，搁要啊，全几万人看安尼求婚安尼。伊若是无答应，就见笑。我甲你讲，这招你要学起来啦，嘿啦。嫁互我，嘿，足侪人咧看的。唔是叫我，你讲是你爱娶我。我爱你，有够还好，你若是讲你若无爱嫁吼，安尼就看烟火就好啊！烟火遮大声，你若对后下骹你也听无？嘿啊，你下骹听无 ？Yes or no 啊？嘿啊，老师就厉害，对唔对？迄个烟火真好求婚安尼吼，啊咱后一张吼，啊咱观音亭真大吼，观音亭后壁则是一个秘密步道。啊，大家毋知有印象无？有一个风帆船中心，咱伫后壁行，吼啊，我定定伫遮散步啊。啊，伫咱你行，啊，咱后一张，咱会使看到一个后曲潭，这边是全台湾上悬的马祖，差不多有66公尺悬，22楼悬，嘿。啊，如果你若踮遮吼，踮遮谈恋爱，你会感觉有安尼马祖甲你保庇。啊，咱观音亭实在叫观音亭，因为另外一边阁有观音庙，啊，所以咱观音亭这边你看阁有观音庙，阁有马祖。啊，保庇恁两个爱情安尼顺顺利利，啊，一定爱来遮约会，安尼。这真正等于人咧讲 double check 呢，对无？会使，会使 ，OK， 双重保障 ，OK，嘿，双重保障，吼。啊，咱后一站咱来看咱影片吼，后一站咱来行到咱这笃行石村，就是咱10村。10村是冠村对无？冠村嘿，平遥上早的冠村，啊嘛是台湾上老的冠村。啊，即摆保存啊真好吼！啊，你看行入去，这内底有遮侪物件。你看这间店是咱平遥的柑仔店吼，啊，伊内底有买遮侪四手啊，你会使买甜甜的物件。啊，逐个所在翕相你用真水吼。啊，咱男女朋友你会使踮遮翕相，啊有一个纪念吼。啊，这边是咱上有名的歌手叫做潘安邦，啊，这是伊的纪念馆。啊，你话较爱迄音乐的人会使去内底看看的。今天你真好看。系啊，你若较避暑，你若较避暑要踮遮约会，你讲袂出来，你就讲来，你看遮，嘿，啊你今天真好看哦。啊，这边阁有一间，这几年较有名的一间叫盐菊书店，吼。啊，因为咱有时约会的对象会较安静啊，啊，若想要看册啊，啊，啉一个咖啡，咱就会使伫内底坐一个。啊，这书店真有名，因为伊是全台湾16间独立书店之一，大家上推荐会使去看。啊，你看内底有遮侪迄平遥在地的物件，你会使买。啊，遮内底你看遮幽静啊，你会使踮遮点点啊开讲啊，嘿啊，干嘛谈一下心事安尼。伫咧内底啉咖啡的气氛足好。足好的啊，我真正捌去过一摆。哦，你去过一届？啊，真的，内底足安静的，迄个气氛足好，足安静的，所以你唔好去这个所在。我甘愿来去啊，你自己莫去唔好去，你先吵，叫我赶出去。你甲别人吵起来啦，嘿啊，我去遐去抽遐。遐有树啊，遐还是妈祖婆遐拢足好。我莫讲话。吼，啊，后一站哦，咱遮若啉咖啡吼，啉咖啡了，咱搁来咧咱步道行的吼。
啊，这边是咱一个步道，叫做情人步道。啊，这边这边有遮侪树啊。我实在会讲遮侪，会强调这个路线，因为偏有树仔的所在无多。啊，嘿啊，伊有树仔，你会开牵手去内底行行。啊，后一张咱会使行到底，咱会使看到啥？来来看咱马景港。大船入港的时阵，下晡你用会使看到这个风景。啊，有时日头落山，你踮遮嘛是看会到。啊，遮真水。遮若冬天的时阵，较无遮热的时阵，会办一个市集，叫做闲市集。你要摇一个，这闲市集，咱台语是要安怎讲？营营无代志，营营哦。毋是，咸咸，啊是咱要叫咸咸。海啊，咱海水咸咸啊。对，咱平湖的海水咸咸。啊，人嘛咸咸。小热啦。咱平湖的海水咸咸，啊冬天的时阵较会办啦，较会办这个闲市集安尼，吼。啊，遮了后来，咱要来咱后一站，吼。咱后一站就是咱的金龟台炮台区。安尼看，这是平湖上早的迄军营吼。啊，军营了，咱后一张实际要来遮，因为遮有一个秘境，地下的崩坑。啊，崩坑你若行入去暗啊，你会来牵手。你会使看，你边仔啊，我会惊，避咱伊边啊，你可以牵着我的手嘛，吼，啊，咱牵手慢慢来行，啊，行出去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啊，大海咱要看啥？因为咱这边金龟头的军营，啊，对面是大头山的军营，啊，两个军营做伙守护着咱马景港，啊，意思是守护保护着咱的爱情这意思，所以我选这个景点安尼，互大家行，吼。啊，差不多行啊，时大家应该是讲脚有一点仔酸啊，吼，就酸啊，吼，休困啊，吼，休困啊，吼，来行到咱的迄种上后壁，咱这边，吼，啊，这边是咱平湖的中央街，啊，叫做大钱街，啊，因为伊内底有咱平湖的四空井，吼。这建筑足老的嘿，足老的，这咱平湖上早的街，啊，大家看这间吼，啊，咱男女朋友吼上爱食这甜吼，啊，咱今仔日鸡卵糕，今仔日吼是要做一个这沉浸式的体验，吼，咱仙人掌来，沉浸式体验哦，哦，沉浸式体验，哇，这是恋爱的恋爱的色水，爱情的色水呢。啊，你看小鹿伊若看到这种，伊就安尼，伊就安尼啊，是啊，你遮摕酸酸甜甜，酸酸甜甜，甲恋爱滋味相真像。有够水的，唔敢食啦。食这吼一定莫穿白色的，啊，无甲你共款会得着啊。真的，搁低着。无紧啊，你就甲伊腾起来讲，我先去洗一下哦。哦，安尼足浪漫的。啊，这咱这店内底会使休困啦。还食一个食一个甜甜，才来行。啊，无咱行头前才行个足忝啊，等原来嘛是真忝的，吼。咱搁伫内底行入去，看有啥物好看，吼。啊，你看哦，平湖有遮侪迄文章，你会使踮遮刻印，吼。啊，阮甲咱结婚的印，都是伫遮刻的，啊来看。踮遮刻啊？等迄个结婚证书，嘿啊，这印啊，这是咱平湖的玄武岩。玄武岩，吼啊，这是咱的，这中都是咱的文饰，啊，逐个石头拢是独一无二的，吼，啊，一对啊分两边啊，啊，当你有，当我有啊，啊，我迄时阵就是上后壁一站，我就行到遮，啊，教阮人讲啊，咱刻一个印安尼，吼，啊，伊迄时阵转去台北，伊就看到印就想到我，嘿，上后壁我讲，啊，这印吼斗做伙较水无，你来咱结婚证书转转的，嘿。哦，足侪迄招数的啦，吼，啊，等下教，等下教。你叫我讲就无得转转的好啊，啊，你讲水啊。哎呀，啊，你无法度去甲别人斗做伙啊，你一定爱甲我斗啊！你看迄中这偌水，这文章这纹路偌水，嘿啊，你袂使斗别人的啊，斗别人无斗无一对啊，一定爱斗我的啊，嘿啊。厉害呢，这真正厉害。啊，咱搁伫内底行吼，咱中央街真大，你伫内底。啊，你若要食仙草冰，还是买丹路，拢会使踮遮买着。啊，像这就是恁拄食的迄仙人掌，咱野生的仙人掌。啊，边仔就是咱平湖的水果杨桃。啊，你看今仔日的愈食就愈食，嘿，这边嘿，即摆讲开民宿哦，嘿，啊，这咱平湖上有名的四空井，吼。
四空，伊啥要用四空哈？因为要来遮用水的人真多啊，安尼一空。啊，大家毋知排队排偌长诶，啊，四空会遮侪人会使做伙用。啊，即摆镜头已经遮已经封起来，吼，啊边仔你会踮遮徛，你会讲啊，哪会一个味芳芳，实际有芳味啊。边仔这是100年哦，真的100年的中药房。啊，咱行忝嘛，咱来补充一个蛋白质，咱就会踮遮买一个卵。啊，今仔日吼。咱安尼这行程大家有满意无？吼，啊，今仔日吼，这就是我的海派行程吼，啊，希望大家介意安尼。就海派啦，赞呐，老师在赞呐，迄囡仔有够赞的。因呐，甲伊做伙等因呐。我看到迄囡仔的代志，后壁拢无咧看。你看，咱做伙吸因呐，后甲咱做伙生囡呐。哦。啊，但是讲。正实的，有的查甫吼，因那插头，因那个暗时拢唔知影，所以你应该阁有啥物撇步，譬如讲，你咧行路散步的时候，你家讲啥物话，伊会说啊，敢若你敢若有介意我呢？咱都爱安那甲点醒，咱都爱首要暗示啊，咱会愈行，愈行愈歪，手安尼给动一下，看伊会甲你牵的，嘿啊，害者，看伊甲你牵的。就是安尼，哦。今仔日手哪会安尼遮酸安尼？等一下，安尼就对，爽快吗？好，因为安尼个，是安尼都唔是啊。哦，安尼就是表示伊敢若无介。嘿啊，无介，安尼手安尼牵起来，爱看起来，爱看起来。你手安怎？来。你手安怎啦？我手完啦，伊手完啦。你今仔未结婚，无要紧。来。你手安怎啦？我手真好啊。手唔是会疼吗？无你甲我掠看卖。看卖，无紧啊，咱先去遐休困。你手嘛看者。我无介意看啊。你莫啥物拢调袂好啦。我无介意看，伊有女朋友，我叫伊去遐休困。我若真正去遐休困就无女朋友。这足趣味的呢。是啊，配合的，海派路线。海派路线，嘿，拄则伊这算是讲查某囡仔来约查甫。是啊。嘿，即摆换查甫，你安那来约查某囡仔？哎，阿雄啊，有请。美军的 pub 街，这对，哪有这个物件？到即马阁有咧，足侪店阁咧营业。头一摆约会，咱的成功就是咱查甫囡仔爱较体贴的，边仔伊这内底有便所，所以你有见过爱行过，若要便所的就。打心就打心咧。约会对象若无爱啉酒，咱就来带伊来啉一寡莲藕茶。我感觉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讲，我希望咱会使有莲藕。你就太哥呢？我想的唔是安尼，我阁会当甲伊学断丝连啦。哦，那出来了，哎呦！哎，阿雄啊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 T 记的玉祥，今日要介绍台北的约会散步路线，大家跟我行。头拄仔甲大家介绍的，我这条路线其实是我自己家己甲我女朋友去约会的时阵设计的路线。迄阵大家看我皮肤乌乌，因为我平常时拢在海边冲泳，我嘛是因为冲泳甲阮女朋友熟悉的。啊，迄阵是感觉讲这查甫囡仔真有运动，但是毋知运动会头壳空无，想要看我头壳内底有缀一寡物件无，我想讲好，因为甲我考，我就爱经一条路线。所以呢，伊个真爱老派甲复古这元素。所以我就设计一条路线，叫做为旧的公园行到新的公园，行为台北两个公园呢来介绍，来做一个约会的路线。所以阮头一站的我甲伊相约的时阵呢，我就约咧台北的宜山啊捷运站。头一摆约会咱的成功就是咱查甫囡仔爱较体贴的，安怎体贴是讲，查某囡仔会感觉，约会下晡的时阵，淡薄仔枵无，所以我迄阵就会传一个这种
运动的软糖，啊，这种做一个法式的口味，啊，较浪漫，所以这今仔带来分享给大家食看卖，对，哪食哪体验看的。多谢。来，是家己搁炸糖啊，哦，你心机不离啊重呢哦。哦。有大家食这运动软糖嘛，有一个点过就是这圆山公园的当当时就是台湾头一个现代运动场所。战后美军来到台湾了，伊这就做美军的仓库，甲有顾问团的工课的空间。所以即款美军来到台湾了，因原本就是暗时啊有啉一寡烧酒，会去佚佗。啊，这所以咧附近啊开始就一个街仔路顶悬就开始开一寡美军的 pub。哦，一张相片咱就看到，大家毋知影这一个圆山边啊附近，但毋知影这一个倒位无？这个对，哪有这个物件？看起来真古锥哦，伊顶悬阁有一寡敢若较美国的元素的扛棒对无88号公路，啊嘛有66号，哦对无？pub 就是为美军来到台湾工课的时阵就开始豆豆开，啊愈开愈多间，伫这巷仔内底，一个台北的德惠街内底巷仔内底就成做一个美军的 pub 街，啊即马到即马阁有咧足侪店阁咧营业，所以呢，你若这查某囡仔若爱啉酒，咱就会使带伊来去行行的，啊啉酒，互点一杯摩希多互伊啉，但是这查某囡仔讲。啉酒你这样怪怪的，那头一摆约会就请我啉酒，想要对我创啥？咱都唔当请伊啉酒，所以我嘛共款，今仔有请当天传两个饮料，互大家啉一下。莲藕茶啦，你养生就好啊，来。啊，唔是摩希多，有啦，有摩希多啦，啊你就是啉养生的啦。啊，咱其他咱家己选，来，你摩希多，我爱啉摩希多，浪漫啊！来，家己选，养生就好啊，你养生就好啊，你养生就好。耗子哥摕这莲藕茶，就是咱后一个景点要介绍的。约会对象若无爱啉酒，咱就来带伊来啉一寡莲藕茶。咱为行到民权西路站甲双连站中央一个较古，这个所在拢较古早味。为虾米？因为这较早有一个双连的车头，所以有一寡市场啊，还有一个较传统的店拢在遮。韩国即马来到台湾，游览的人客拢真流行一个主题叫做台湾感性，叫台湾感性，就是想要找一寡台湾较传统的元素、较古早的元素来翕相。而且啉这个茶，我感觉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讲，我希望咱唔若今仔日咱两个安尼约会尔，我希望咱会使有莲藕。嘿，佫有刷落的意思。你就太哥了。什么叫太哥？我想的唔是安尼，我刚想。无你想的是什么？我佫会当甲伊藕断丝连啦。藕断丝连，哎呦！有莲就好啊，有莲藕就好啊。对，藕断丝。我是啉摩希多。摩希多，是不是安尼？饮料啉啊，咱就会使继续行行的，来去翕相。啊，行卫生这路过去了，咱唔知大家知影这所在。这一个台北，恁敢要相信？台北的市区内底哦，赤峰街，唔是赤峰街，这一个成地路较过去有一个叫做万泉街甲兴城街的所在。大家若讲到台北的拍铁街，大家先想到赤峰街对无？对啊。但是即马迄个所在变做较侪是汽车修理的所在。真正若要找到有咧做五金加工的所在，还是有真正咧拍铁的所在，伊遮较我。成德路遐嘛是咧赤峰街附近，因为以前的产业就是安尼。啊，这个所在即马就是足侪咧做五金加工的，所以你若真正去到现场，你就看到足侪老师傅搁咧工课现场。咱知影较特别的所在，早应来感觉讲啊，这个查甫囡仔敢若捌真侪头壳内底毋是工课，再小等一下就是安尼，但毋通伤等。所以我会设计这会介绍这个所在，就是大家来翕相啊，足特别的、较独家的所在。继续行，啊，为万泉街甲兴城街行过捷运双连站的所在，咱就会来到这个景点。这个景点呢，我有翕一个 VCR， 互大家来看卖。因为这个双连甲中山站遮附近的真闹热，会使看到 VCR。这巷仔颠倒足安静的，拢无人。咱头一摆约会，除了去足闹热的所在，嘛是爱较一寡较清幽的所在。两个人使开讲，啊，培养一寡气氛。大家要约看卖无？这个所在，为虾米叫做双连？哦，甲水有关系。甲水有关系。有两条溪水
嘿，真相共嘿。连做伙。就共款的意思，以早日本时代相连这个所在是较城外、较郊外，所以以早只有足侪窟仔甲溪仔的，啊有听讲有两个足大的水池啊相连做伙，所以这所谓甲后子哥讲的共款，叫做相连，就是两个水池啊相连。哦，大的水池啊相连，啊，但是即摆已经看无迄水池。即摆已经看无啊。哦。啊，但是为什么甲这主题有关系？就是你到这景点就使甲伊介绍讲，以早这足侪。足侪水池啊，足侪溪仔的，所以爱有真好的排水系统，无会淹水嘛。所以你大家使看到这相片，这就叫做相连大沟，这是即马有一届附近啊咧修理伊的水沟的时阵，社区的居民反映讲，这是日本留落来一个排水的系统，所以家做一个景点啊，真古水。啊，来到这会使两个小开讲一下。啊，嘛使点一下家己的知识安尼。我感觉你即个讲较足好，即个所在，你若讲较早这是两个水池啊相连做伙，但即马水池啊无啊，但是我感觉以后我甲你的心，然后咧，会使心相连，对无？就是想要无毋对。这个感觉。嘿啊，伊讲的足浪漫，但是啊，两个人行过去会当做啥物？安尼有想的啊，用就讲你是你嘛是一个弟啊，我嘛是一个弟啊。譬如讲你介好啊，恁两个行到遮有无？我讲啊，虽然即摆已经无弟啊，虽然即摆已经无迄弟啊，但两个相连做伙。但是咱会使。搁一届爱有感情。感情。Action。即摆已经无迄弟啊。但是咱两个即摆会使相连做伙。你会使翕相，比如讲两个爱心相，要翕相者，要翕相者，翕相者，看遐。哦，安尼就相连。等你拍交代，百年好合，百年好合啊！有真搭配多讲，来遮要创啥？安尼，你若较介意一寡台北的文史的代志，讲一寡故事，伊若有兴趣。就继续行落去，无兴趣，咱就会来紧换一个话题，所以咱就紧来换后一个景点，后一张。好，有一寡人较无爱文史的景点，咱就要来较现代的所在。伫咧相连这下骹有一个中山地下街，这嘛是台湾就是台北真侪人咧练武的所在，真有名。有时阵台北天气真啊出日头，真啊落雨，所以约会所在你若紧若咧要落雨还是伤热，你就紧带你约会对象来到地下街，吹一下冷气，啊，佮有多有啉饮料啊，啊，佮行足侪路的，边仔伊这内底有便所，所以你就紧讲行过若要便所的就大心就大心咩？头一个约会一定要较大声，无你就去用扣分就无后解。这爱，啊，吹一下冷气啦，无可能甲你逐摆伫晒日头啦。即摆足侪少年的，就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，甚至是足侪退休的人士，因会踮咧遮来去跳舞，所以这所在嘛是真有特色的所在。后一站呢，咱就继续行，因为咱嘛散步甲真侪真久啊，咱嘛有说个爱食一寡四修啊，互大家补充一下体力，所以来行到中山市场。以前伊毋叫中山市场，啊，知影这古早的名是因为我有一届甲阮阿嬷去散步的时阵，伊就甲我讲以早的故事。伊讲伊真少年的时阵来到这个市场，伊讲这个市场伊才叫大正龟市场。日本时代的大正。台语叫大正龟，以前的这个龟仔的名，所以较古早较老的人拢会叫这个市场叫大正龟市场，伊就来这个市场来做生意。啊，阮有去一个内底有足侪好通好食的，咱会使看一下 VCR 来去试试。这个旧市场到即摆已经换做新的，所以即摆内底真做就现代市场，但是嘛有足侪传统的感觉。啊，嘛是共款。内底食物件有通吹冷气无？有内底即摆有冷气。哦，安尼赞，这爱去。这即摆应该足清气的啦。即摆内底足清气。市场拢足清气的，无迄个味啊啦。所以内底卖一寡青的物件嘛，有若卖咸的、卖饭啊、卖面。但是若无爱食伤济，咱会使带查某囝来食一寡甜的，比如讲，咱要较传统的，就会使食一寡像粉粿饼。也是若冬天会使食一寡红豆汤，或者嘛有做一寡麻糍，也是较古早味的物件，会使带查某囝去食。冬天你会使食红豆汤啦。嘿，我就爱食。就是你，就是咧讲你啦。啊，那这人呢？那这查某囝若讲啊，这所在拢去啊，足欢喜。你若佫挑工要家试看卖，咱会使带去后一个景点，较重口味的景点后一张。大家知影这是咧倒位无？我想问你讲要甲试看卖，试啥物看嘛？就看这查某囝是毋是就爱去一寡奇奇怪怪的所在，爱较有冒险、较冒险。那较伊较静的，你来带伊去较静的景点。那想要带一个像我较爱去运动、较冒险的，去乌白西，你就来甲伊试看卖，讲这人是毋是甲你共一个
同一个款，还是同一个调性安尼。我口味有共嘿无啦。大家约看卖这个倒位敢知？台北车头附近哦。是东东沙门，东沙门边啊，遐啊，我知。有无？迄敢若一个圆环的所在。对，伊一个东山门后壁，但是较我中山北路甲中孝西路遐，这相片内底是其实一个台北车头门东山门出来，遐附近的街仔内底，这个所在足侪印尼的迄移工劳工朋友，因就来遮假日的来遮活动嘛。啊，煞来足侪人就开始来感觉做生意，所以若假日来到这个所在呢，会使食到足侪原味的印尼小吃，啊嘛足老咧感觉讲，来一秒会使为东山门的台北行到印尼的感觉。啊，你若讲拄啊有一寡人若较爱食一寡无共款东南亚的小食，会使找来这食。啊，若是讲爱看无共款的异国文化，嘛会使找来到食。啊，若食饱了，咱就计行到今仔日约会上尾站，咱就来到二班公园。啊，拄啊头拄啊讲为旧公园行到新公园，就是因为较老的人嘛会讲，这公园叫做新公园。啊，甲这个所在作为一个约会差不多要结束的点的有两个用意，一个就是这个新公园内底后一张的相片，咧看到有一个博物馆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天气真热，咱就紧带查某囡仔来去博物馆内底踅踅，啊，找一下冷气的。啊，若今仔天气较好，会使坐咧外口，会使开树骹来去开讲，嘛是会使坐咧树骹开讲。啊，看一个约会有成功无？就是爱紧趁这计划家讲，咱今仔约会袂歹，后一届要去倒位行行的无？所以像阮拄仔讲的，阮公司的网站就是有会使看到 VC 安尼整理着台北。100外条的路线，啊，无共的主题，你个手机爱摕出来，啊，问查某讲，后一摆要去倒位行行？伊若甲伊讲，我聊了无啥有用咧，你就知啊，今仔约会应该是无啥希望啊。但是若真欢喜讲，啊，咱后一摆要来去倒位，你就探索来去甲伊邀请后一摆的约会。啊，这就是我家己亲身的经验，啊，所以我才有交到这个女朋友安尼。哇！所以推荐吼大家，啊，今仔嘛是我这条路线的介绍，多谢大家。哇，真正完全无共款，一个爱食红豆汤，一个爱食鸡卵糕，啊，恁爱食啥物货？有食就好。爱食酒啦，爱食酒，哦，忘记倒了，对啊。你今仔日敢若袂输，搁转去少年时代，家己安尼搁约会一摆呢。是吼。哎呀，足感觉。拢有画面吼。拢有开个画面，拢走出来。但是拢无食到物件呢。真的呢，敢一直行路啊呢。你啊，脚拢酸啊。今仔日嘛是共款有加分题。爱啦爱啦。这个加分题哦，两个人哦，拢足有心机的。咱今仔来看一下，讲因传的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？好哦。咱来做伙啊，甲鉴定一下好无？来，行。鉴定一下。鉴定一下，哎呦。哦。好。咱海派约会，咱的海鲜拼盘，真正是阮朋友做的。啊，上特别的是咱这顶级的一夜干。你足好食，这内底酥酥新贵跑去啊！哎呦，恁人应该是用海产甲骗来了。对啊，无唔对。我看到一个我唔捌看过的物件呢，足奇怪的呢。这是叫做就有创意，这小有创意啊！这是你要送我？嘿，我要送是咱共同的谢，回忆。这你家己别讲，有意思呀。咱今仔来看一下，讲因传的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？好哦。咱来做伙啊，甲鉴定一下好无？啊，来，行。好，来。哎呦。哦。好。我看到一个我唔捌看过的物件呢，足奇怪的呢。这是啥货啊？这是叫做日晷仪，就是伊内底有一个敢罗盘的指北针，啊，咱会使就是去找到这个方向了后的，啊，会使去看到伊这个线甲顶悬有一个阴影，啊，就知影即摆是几点的时间。这是较古早的时阵，出去外口要去找方向，甲看时间的。所以大家看到这是完成品，啊，所以原本的是真正有一个敢材料包。所以我拄仔讲，若约会结束，约公园的时阵，啊，要佮摕出来，甲查某囝讲，啊，无咱来同齐做一下这物件。
啊，查某囡仔就走去啊，就安尼老花。来，你今仔甲伊约会到上尾啊，来，安那。来，你看这真正足趣味的，你会使去，那你的手机无电，咱就使摕这个来去找着你的方向。这是你要送我的。嘿，我要送你，啊，我咱会使同齐做这个物件，啊，这就是咱共同的谢谢，这你回忆。家己伫只，我心内。安尼就约会就失败啊！那你约会就失败，是你真正家己失败，才约会失败啊！因为你拍开是爱，嘿啊，应该是安尼。一条线，是看时间你会晓袂晓？你是来找对象，毋是要来找方向的。我感觉你方向找唔对向啊啦。感觉伊足故意，但是伊足有创意，这小有创意啊！足有创意是可能是一个趣味的人，趣味的灵魂。安尼哦，我是感觉讲这会当用送的，就是这是我做了3年就忝的，这送互你，会互你找到你介意的方向。真的。啊，若是讲叫我真的。哎，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做一个要偌久啊？这差不多，那做较熟的，差不多半点钟到1点钟，那头安尼无可能，做。无可能，无可能。你这无可能，连百遍都甲你拍清。是，这是老派浪漫啦，对哦老派。但是讲正实的，伊就是代表男性，因为男性伊毋知影安怎讲，吼我今仔日甲你做伙，我会使爱甲你一世人安尼斗阵。在座的女性，恁提供一个方法，讲到底安怎查某人爱安怎做，你会讲哦，这个我想要甲伊斗阵，当天你。哇，伊若是真正细甲像哦，我的菜的话，我就是希望讲伊会当安尼甲我头摸者。爱问啊，问讲我会当甲你卡无？啊，你才有礼貌，无会。啊，伊知影我介意啦。哦，但是这伊家己的啦，这是伊的方法，啊，若是你咧，那是我吼，因为我是巨蟹座，对，可能第2摆、第3摆，若是甲因兜有关系较近，我就会感动，就会乱想，脑补安你会尼。感觉伊甲你藏伫心内安尼？是啊，那放在心内，要放咧因厝内，对无？对无？是安尼。你变啥？去路头来看时间。啊，那你咧，你。那我吼，因为我刚刚先生关系确认是甲我蒙头，我咧看迄流星，阮伫迄七米岛看迄流星，哎呀讲，哎你看，摸头杀，嘿，摸真头，水。嘿，蒙头，你袂黑白讲蒙头嘛？蒙头是，你会感觉伊足爱你。嘿，伊就会对我有意思，嘿，我会感觉是安尼。啊，你。伊若是带我去看，迄小动物啦，猫啊、狗啦，还是囡仔啦，我就会感觉足幸福，感觉伊是一个有爱心的人。所以遮以上这个方法哦，提供予咱电视机头前的这个男性，你若唔知影要安怎交女朋友，会使试看，但是莫黑白讲蒙手，这袂真奇怪。你炸啥物啦？我炸这海鲜拼盘，咱海牌约会，咱的海鲜拼盘，哎，来大家看下。哦，这赞。这是朋友的海味，嘿，朋友的海味。这真正恁朋友炸来呢？嘿，朋友炸来，真正是阮朋友炸。这飞机丸嘛？嘿，这原味的，啊，这紫菜的哦。紫菜丸。嘿，咱朋友的紫菜。啊，这个飞机丸，嘿，飞机丸，啊，内底有外口有油条包的。哦，油条飞机丸。哇！啊，上特别的是咱这鱼叶干，透早哦，差不多6点，吹做。这鱼叶干，这咱上顶级的鱼叶干。安怎讲上顶？这我压箱宝呢，我录音才会摕出来呢。你家己做的？还是嘿，我家己做，用油炉逼一个，爱食芳，这顶级的，半打用互伊半打。先过芳去啊！哎呦，我这有够芳，你都不爱食。平常时咧办公室，阮逐工咧食，咧抢伊的便当啊，所以讲都会小单就是透透便当的鱼叶干的豆豆鱼，飞机丸，这足好食，这内底酥酥。哦，恁人应该是用海产甲骗来咯。嘿啊，无唔对，伊直看我身份证是 X 的，讲哦，你骗我人哦，我只爱食海产。啊，恁会冤家无？阮会冤家啊，嘿啊，啊，毋过冤差不多冤2句，因为我拢会赢，我感觉无意思，我就袂介意冤啊。只啊，你甲大家教，就是讲你查某人啊，甲查某冤家的时候爱安那，就是爱输就是安，输你就赢。因为就讲啊，无意思啊，大家甲你冤家，我拢赢，都无意思，你就袂冤啊。对。嘿，输就是赢。但是我甲你讲，
投票，那是爱投票，爱平湖搁台北哦。去去个月来啊！平湖搁台北，这有够拍算的。要平湖台北啊！别，176的。啊，足难的呢。好，啊，完好成。好来。到底到尾啊，大家要选平湖这个路线，还是要谈台北散讲步呢？做这。来，你给我读3秒。好，3、2、1。正开票。哎呦，平湖啊！哎，刚才你选台北。因为吼，我拄啊，来，感动啊！无啦，我是互伊的老派浪漫感动啊。嘿啊，我介意伊设计的路线，其实想起来真顺的，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伤侪点嘛，可能脚会酸。这真正是加分，因为伤奇怪啊。所以我你讲这种怪怪的男生，是啊，竟然是安尼哦，对错。嘿，啊，当时你选平湖。嘿，我选朋友，因为我感觉吼，我真正对老师行者，我嘛真正就想要找一个人来甲我吸引啊的。哎呀，我嘛就想要吼，吸一个你。你嘛介意平湖？嘿，陪哦，我该陪哦。因为我感觉老师的这个约会路线吼，有静的嘛，有爱叮当的，啊有大自然加迄独立书店，我感觉袂歹。啊，伊拢有用心，嘿，哦，调调啊，调调啊。感谢两位老师哦，散步欢喜哦。朋友对咱去散步啊，但是哦，海导览先生搁爱继续看哦，你会当去台语台的 YT 频道看哦。咱后集来相会，拜拜。大家拢做个新来志向啊！哦，这太好吃了，我怎么讲它？